后来继续来到新北市瑞丰的高云啊，这是国内出名的观光景点。因为嘛游客真多，互真理啊有机会来动手。这个是有一团3个人的外国籍的偷窃集团，3个人拢是菲律宾人，因会分工，一个观察，一个暗号，一个出骹手。这个是也未出骹手，就互警察看破骹手，3个人总共站起来。关警摕放送头，甲大家人提醒注意随身的物件，各会换日文、英文才会语言来警示。因为伫咧新北市的高云啊，旅游的人多，互真理我有机会伸出第3只手。楼梯是正滑，拄好，互人会当小闪身。人多时就会搁较快，就连停落来看风景嘛，可能会正做强爱目标。警方为着要猎察，就出奇招，派穿浅色衫的当人伫咧现场做媒，就请到2个地无的嫌犯伫咧伊的桌边做观察。过无偌久，第3个嫌犯就出现，佮挑工课穿深色衫的共党的，互伊会当到目标的后壁犯案。不过想袂到偷摕的人是员警，小队上了后就知影歹啊，赶紧甲共党的做暗号，讲赶紧删。接获新北刑大及北市警方提供情资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，犯嫌瞬间心慌，那察觉可能有警察埋伏异状，其中1人刻意打暗号。根据调查，3个嫌犯拢是菲律宾籍，专攻警观光点人侪所在偷摕，佮互相分工，一个观察，一个掩护，一个下手。那其中有双北市的警方分享情报，因为其中一个穿深色衫的查甫人，捌伫咧台北市永康商圈偷摕，9月初5入境了后，就互警方锁定，即届伫咧高云互抓到。警方查出，这3个贼仔拢是用观光的名义来台，说无要好好看风景、体验台湾的水，等到是组团来做贼，互台湾的观光歹名声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